表，想走？还不迷途知返！你们先走，你行吗？走啊！走。Fox。小哥，终于又见到你了。想不到你会说话，声音还这么好听。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可惜，对不起，小哥，对不起。当年是我骗了你，因为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说，所以我只好装成哑巴。是我对不起你，云舒。7年了，我一直想着你。不要再说了，小哥。小哥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常常自己想，若能在死之前再见你一面，也是好的。想不到，等我再见到你，云舒，我却舍不得离开。3番2次闯我庄门，还险些毁掉我豢养多年的神虫。臭小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枉你一派门主，侵夺山庄，豢养邪物，真是卑劣无耻到极点。堂堂青云弟子，居然勾结魔教妖女，还拐走我庄中丫鬟。这个事情要是传出去，定会令你青云颜面扫地。林惊羽啊，林惊羽，我看你根骨尚佳，
若不是做出勾结魔教这等事，他日必是你青云中流砥柱。可惜呀，人生在世，但求无愧于心。我从未与魔教勾结，心中无悔，倒是你。世间总有天理昭然，小凡既然能从这里逃出去，必然能回来，定为在你手下死去的那些无辜冤魂讨回一个公道。我看，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庄主，庄主，手下留情。庄主，今日之事，晚辈已听说，是我这师弟一时受了魔教妖女的蛊惑，色恋之婚，是废材，不要求他，给我住嘴！还嫌辱没师门名声不够吗？庄主，请暂时留我师弟一命，待我抓住那个逆徒张小凡与魔家妖女之后，再交由庄主一并处置。茫茫浩海，脉脉山川，千古洪荒，万顷苍茫。云舒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边看看。沿着这条路朝下走，萧哥就交给你们了。那你呢？我另有对策，你们快走吧。哎，这边！碧瑶姑娘，那青云小子弃你于不顾，你还是跟我回去吧。